百幾年前呢位仁兄一次唔小心煲窿嘢，竟然煲出咗一個蠔油王國。喺嗰陣，蠔油可能賣緊一兩文錢，或者都未必使。到咗今時今日，一支蠔油賣幾錢？呢棟樓又值幾錢？咁究竟要賣幾多支蠔油先買得到呢棟樓啊？李錦記除咗賣蠔油，仲係倫敦地產市場嘅巨無霸。最出名嘅就係買咗呢棟人稱對講機大樓嘅20 Fenchurch Street。但係你知唔知呢棟嘢曾經被評為英國最樣衰建築㗎？ I am hideous。而李錦記嘅千億王國永續嘅秘密背後，原來有一套三不主義。想知係乜？坐定定慢慢講你知。大家好，我係 Gerald，歡迎收睇添集。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同埋撳下面個鐘仔啦。喺倫敦金融區心臟地帶有一部巨型對講機嘅物體，好似同呢度嘅風景格格不入。呢座樓高37層嘅商廈喺2010年由烏拉圭建築師拉斐爾維洛利設計，造價2億英鎊。佢同發展商嘅願景就係創造一座會呼吸嘅綠洲。20 Fenchurch Street 頂層有個天空花園，種滿熱帶植物，俾人上嚟 relax 下，欣賞下泰晤士河嘅風景。但係起嗰陣已經遇到波折，因為發展商當初諗住起夠200米高，但係政府拒絕，怕擋住聖保羅大教堂嘅視野。雙邊談判一輪之後，發展商讓步，減到160米高先過到關。呢邊搞掂完政府，嗰頭設計又出事。2013年完工前夕，有一日好晚太陽，大樓頂嘅粒面玻璃幕牆竟然變咗巨型反光板，將陽光聚焦成光速射落街頭。一架停喺附近嘅車就係咁，好似中咗阿基米德，死光變晒形。附近鋪頭嘅地氈都燒焦埋㗎。有記者去咗附近做個測試，結果連蛋都煎熟埋。設計師以為自己好有諗頭，點知到頭來變咗攞你命3千。發展商急急補鑊，使咗成幾百萬磅加裝遮陽板，先叫做解決得到問題。唔止咁，因為頂闊下窄嘅粒型設計，搞到變成一條風隧道，大風嗰陣隨時吹跌行人。建築師後尾都出嚟認衰，加咗啲擋風物品同埋種多幾棵樹頂一頂，但效果一般，所以風大雨大嗰陣最好唔好行經呢度啦。對講機大樓2014年正式啟用，但英國人劣評如潮，點解？一個字，醜啊！佢仲曾經俾建築設計雜誌票選為最醜建築，有網民仲話自己畢生最大心願就係見到佢被拆嘅一日。但係你覺得醜唔緊要，有人 buy 就得啦。好似橙色 iPhone 17 Pro，夠大把人覺得醜，咪一樣賣到滿堂紅。李錦記唔知係咪見到呢棟樓覺得好似呢支嘢，所以分外親切，喺2017年7月宣布透過子公司無限極，用接近13億英鎊，相當於130億港元買入呢棟對講機大樓，價錢仲打破埋倫敦商廈紀錄，即係話要賣超過5億支蠔油先夠俾。李錦記財力之所以咁雄厚，無限極功不可沒。但呢間專營保健品嘅公司過去經常被傳媒批評疑似用傳銷方式經營，甚至捲入過食安醜聞，搞到要道歉整改。而除咗無限極，李錦記旗下仲有間叫爽物業，買入唔少英國地產。早喺2015年呢，李錦記已經進軍倫敦市場。當時集團斥資3億7千萬英鎊，大約40億港元，買咗倫敦東部嘅 Three Harbour Exchange Square。到咗2019年，李錦記再下一城，入手倫敦金融城核心地段嘅 East Street 23至39嘅物業組合。日食盡珍饈與百味，蠔油時時刻刻幫到你。睇過呢個廣告嘅，相信有翻啲年紀。呢種古早風就係李錦記家族嘅核心價值，體現喺家業傳承度。講翻轉頭，咁你係三不主義，其實係李錦記第3代掌門人已故嘅李文達創立。話說佢早年經歷過2次分家危機，仲同細佬反咗面。李文達見過鬼怕黑，為咗保護家族生意可以代代相傳，就訂立咗家規，有3樣嘢唔准，分別係唔准遲婚、唔准離婚同埋唔准搞婚外情。犯戒者會被踢出家族生意管理層，冇得話事。不過緣分唔係話嚟就嚟，遇唔啱我都冇計㗎喎，係咪先？如果咁樣就要剝奪我董事資格，好似唔多公平喎。據傳呢，因為家族班後生仔反對，李文達最後讓步，將3不准改為2不准，就係唔准離婚同出嚟搞3搞4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如果你哋想知更多倫敦物業同富豪嘅故事，歡迎留言話我哋知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下次再見。